火车铁道旁边，西边还有慈惠堂，前方下营国中，往东边是下营到麻豆外环道路，嘟嘟的餐厅就在那路边，前方的下营农会，前方一楼那个平面红色屋瓦的三圣宫，观音三佛祖，三圣宫。已经找那个新的地方要盖新庙，三圣宫。哦，农民草开那个小发财车。新竹的人呢，去帮忙那个道场，那道场还有录影，现场直播网络现场直播。